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为了防堵新型非洲猪瘟病毒进入我国，中华邮政公司宣布，针对高风险国家的邮包，即日起进行专案检查。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台南邮局了解检查的流程，也呼吁民众春节将至，期盼国人在购买肉类产品时，多选用本土的猪肉制品，共同严防非洲猪瘟侵入台湾。原先于中国大陆流行的非洲猪瘟第一型、第二型病毒，经过重组后，成为更具高传染性及高致病性的病毒株。日前，海关更检查出返国的旅客所携带的猪肉制品当中，就有发现此新型非洲猪瘟病毒株。为防止新型病毒入侵台湾，中华邮政从即日起针对亚洲18个疫区国家的邮包进行专案检查，并出动防疫犬、X 光机扫描以及人工查等措施。全年的进口量就有达到14万件。那为了应付这样的进口量，我们人员是每周1到5。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到邮件处理中心，了解检查流程，并感谢边境防疫人员的辛劳。这是一个国门把关的动作，不管是动植物疾病，或者是人类的疾病，甚至毒品这些违禁品，不管是产业问题，更是治安问题，能够让我们守住国门，这很重要。过去刚才提到，这个过去有在从海外邮包里面、包裹里面检验出有毒品的，那这个部分从人体携带到这个包裹寄送，通通都需要这个把关。那谢谢台南邮局的同仁大家的努力，谢谢海关的同仁以及防检署动植物防检署的同仁，大家一起把关，能够让我们民众能够有安居乐业，社会治安得到维护，然后产业能够确保。农历春节前是进口国际邮包的高峰期，台南邮局局长李英杰指出，邮局会全力维持邮路畅通与落实分检作业，并配合财政部关税署以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强化检查业务，防止境外的病毒入侵，维护国家农业生产安全。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如何让民众住得有品质、住得安心舒适，一直是高雄市政府努力的目标。智慧绿建筑、智慧住宅南部展示区就位在高雄市政府四维行政中心1楼的大厅，里头有高达30项以上智慧生活科技产品的展示，要让民众体验智慧住宅的美丽。走进智慧绿建筑里头，林林总总有高达30项以上智慧生活科技产品展示，像是瓦斯有监控，让使用上更加安全。启动瓦斯测试警报。开灯与关灯的功能也非常方便。启动睡眠，关闭灯光，关闭电动窗帘。还有像地震时可以提供躲避的避难衣橱，以及有别于普通浴缸的走入式浴缸，减少长者为了跨越可能导致跌倒的风险。走入式的浴缸是从日本过来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厂商的设计是希望说符合长者想要泡澡的一个需求，那又不希望他在使用浴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个操作姿势，所以它是利用开门式的方式，然后走进去，对，然后呢漏水的部分呢也很容易操作。智慧绿建筑、智慧住宅南部展示区位在高雄市政府四维行政中心1楼大厅，走一趟展示区可以提供不少住家改造的构想。从107年揭幕开始，已经超过18万9千人次参观。Smart Home 智慧住宅展示区特别打造成完整的生活空间，展示的都是国内智慧科技产业制造的新颖技术产品。Smart Home 呢，其实对民众来讲它是一个还大家蛮受欢迎的地方所以来自为行政中心掐工的民众他其实参阅率还蛮高的。截止从107年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8万9千人次的一个参观所以民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公务局建管处来预约。随着宅经济与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智慧住宅的需求也愈来愈高。高雄市政府引进的展示区，就是让民众能够轻松体验智慧住宅的魅力。更开
放，预约导览，也欢迎民众前往体验。记者张王佩、庄淑婷高雄报道。1996年创立于迪化街，至今已经办理29届的台北年货大街活动，规模越办越大。今年除了结合10大年节商圈，推出年货、食材、生活与享乐4大一条龙服务，还有超过100万元的龙来抓红包等活动。而且宁夏夜市与艋舺夜市更配合推出过年夜市不打烊。2024台北年货大街，年货一条龙，请揭晓。在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台湾商圈产业观发展联合总会总会长周水美、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及各大商圈理事长代表一起揭幕下，2024台北年货大街将在1月26号正式登场。迈入第29届的台北年货大街，不但是全国各县市争相模仿的对象，今年更结合10大年味商圈，推出年货、食材、生活与飨宴4大一条龙服务。我们现在有年货一条龙，就是我们的迪化街的年货大街，再还有生鲜食材一条龙，讲是哪里？荣滨我们的商店街，再我们还有桂林嘛我们要过美好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几个商圈就在美好生活里面，包括有我们的台北地下街包括我们的华阴街北车商圈包括有我们的后站商圈，还有包括我们的园林街商圈，也包括我们的四平阳光商圈，这种美好生活的部分。现在还有享乐一条龙，这个享是吃，也吃东西这方面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艋舺商圈。那商圈包括有4个夜市今天讲有我们的艋舺华西街、广州街、梧州街，今天都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宁夏夜市商圈，再还有我们的永康国际商圈。为了方便民众采买年货，台北市政府今年也首度推出免费接驳车服务。从1月26号到2月8号为止，民众可以搭乘中巴快速往返北门捷运2号出口、迪化南北街及后车站商圈。如果不想人挤人，也有线上采购服务。这次有一个就是有接驳公车的部分，大家可以从北门站很方便，所以大包小包不用怕，因为有车子可以来载你。再来呢，还有我们就是有不管线上线下，也让一些没有办法来到迪化街，他可以在网上一样可以来做相关的购买，所以其实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作为台北年货大街发源地，每年总会吸引无数民众前往采购饼干、糖果与南北干货的迪化商圈理事长郑文和也希望未来将年货商圈扩大到凉州街、民权西路，让迪化街这条巨龙在龙年奔腾。年货大街一直以来都是以南京西跟这个龟虽街为主，包括周边的民生西路。可是现在因为凉州龟虽街到凉州街阶段，很多旧有房子已经都修缮完毕，而且又目前进驻了很多文创的商店，现在这搞得很热闹。所以我是想下一步就要把年货大街以后要扩大举办的范围，延伸到凉州街，然后再进一步到这个民权西路，就是所谓的捷运站出口那个地方。除了10大商圈，以美味小吃闻名的宁夏夜市及艋舺夜市方面，也配合台北年货大街活动，推出过年夜市不打烊活动，让民众从过年到元宵节一路好吃好买。宁夏夜市更推出升级版的千岁宴，目前订单已经突破200桌。可以说集合国泰客3大族群、原住民加新移民的特色餐点。然后这次从宁夏夜市出发，扩及整个大稻埕，为了配合这次年货大街大大的升级从我们的装潢开始到身上穿的这些衣服都是很讲究的，这是抗病菌灭病毒的衣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消费者。然后包括从使用的碗筷要符合现在 ESG 的标准，全球环保现在进行式，这些餐具们它在使用的在生产的过程是排碳净零，在回收的时候是永续循环，100%回收，对环境无害，对人体无毒，可以进微波炉。我们从里到外大大的提升，不管是服务的内容还是菜色的提升、环境的提升，都做很大的提升。所以这次的千岁宴值得大家
真的13年后值得再来试试看了。迎接2024年龙年，台北市政府春联福运龙来也正式亮相。副市长林奕华说明，福运龙来取其台语谐音好运都来的寓意。即日起，在市政大楼1楼北区市民服务组、12个区公所及各里办公处开放索取。另外还有年货大街限定、吸睛又讨喜的龙好运发财金。福运龙来，我们用闽南语说的是好运龙来，就祝福大家好运通通来的意思。我们还会有所谓的发财金的发放，那市长会在5个时间点到不同的商圈去，大家可以来捕获野生的市长。台北市商圈业者评估，今年因为年假仅放7天，民众大部分会留在国内过年，加上疫情已过以及旅游报复性成长，乐观预估今年商圈业绩会比去年成长3成。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东岸商场租约即将期满，市政府进行促参案件招商。市长谢国良宣布，由微风集团胜出，取得经营权，将以 ROT 的方式参与。微风集团表示，将投入超过2亿5千万进行改造，为基隆带来更优质的消费娱乐服务。基隆东岸商场租约即将期满，市政府进行促参案件招商。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宣布，东岸商场将由知名的百货企业微风集团来经营。微风将投资超过2亿5千万，重新改造停车场与商业空间。新商场也将命名为微风东岸。最后经过了我们的一个激烈的一个评选跟竞争最后是由微风集团来得标，来经营未来的东岸广场的停车场以及商场的部分。那我还是要感谢所有有来投标的这个企业们对于基隆的认可跟支持。我想在未来除了东岸以外，我们一定会找出更多值得大家投资获利的基隆的地区，让更多的业者来参与。不过我想我们也算是怀着很高兴的心情来宣布微风集团微风广场成为未来这个东岸的这个经营业者。那我们的创办人廖伟志先生是基隆人，还有我们董事长廖正安先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所以这一次也感谢这一次的评审委员的青睐，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回馈乡里。正如我们刚刚杨总提到，因为集团创办人、集团董事长是来自于基隆的成功的企业家，那一直都有希望返乡来服务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隆算是蛋黄中的蛋黄的标案，原来的厂商的营运期已经到期了。我想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就刚好有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标案。那未来这个商场我们把它命名为微风东岸。那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意义，是在于微风集团至于微风东岸来讲的话，是微风集团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微风集团目前10个案子全部都在台北市。微风东岸将是微风集团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那我们针对这个案子呢，我们预计投资2亿5千万的期初投资额。当然，这只是一个预估的数字，实际上整改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个需要，这个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那不过我们承诺给基隆市政府，最少我们就会投资。期初就会投资2亿5千万来进行整个场域的改善，包括地下室的停车场的通风设备的改善。我想这个是基隆市民朋友最关心的。我们整个地下室停车场的通风的改善，还有整个全场的照明的改善，以及我们整个地下室的这个铺面地板会全部重新的一个刨铺。那其次才是针对商场的部分。商场是一个动态的改装过程，我们希望维持整个全场是一个不中断营运的一个整改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会一边营运一边整改，我们会先进行基隆市
市民朋友的一个消费意愿调查，我们去累积出来基隆市民朋友比较希望、比较倾向的一个消费的业种业态，然后我们逐步的去进行因应跟调整。跑道应该原则上跑道会延续现在的跑道，可是我们怎么样让它的整个舒适度更好，功能性更强，以及民众上去的意愿会更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那预计可能原则上应该是在2月1号，如果可以顺利的话，我们把整个场域点交回来，那马上就面临农历春节的过年的期间了。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维持整个商场是营运不中断，包括停车场营运不中断。所以我们在过年的假期结束以前，我们不会有进行任何大动作的一些工程整改，或是影响到整个商场。而对于市府团队成功引进知名的微风集团来到基隆，即将就任立委的林佩祥也特别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积极为基隆招商引资。那微风进入东岸这个案子，我在这边要给我们谢国良市长掌声跟高度的肯定，因为进来之后，在我们基隆市市区，针对观光来讲，针对我们不管是内需也好，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基隆市市民在基隆市要去做休憩的时候，还是外国人，像是外地来的观光客，在基隆有一个更新的地方，可以做出一定的游憩，在这边可以多休息一点，多留一点，人潮会越来越多，而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当停留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基隆的特点，我们基隆的美就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在市政府和基隆市公测会积极的招商引资下，在新年度的第1季就带来这项好消息。市府表示将和微风集团携手合作，让市民和各地游客享受到高品质的消费跟娱乐服务。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中嘉宽频嘉禾多年来深入社区，积极推广第3公用频道及媒体识读。日前在树林区1年1度的春联报喜贺新岁、民诗挥毫活动中，也设立了推广的摊位，让民众可以在现场录制拜年的讯息影片，放到公用频道播出，同时也宣导媒体识读，辨别假讯息。为了推广 CH3 公用频道，中嘉宽频嘉禾在树林火车站2楼设立了金龙迎春 CH3 全民推频购，搭配树林区民诗挥毫赠春联活动，邀请民众现场拍摄贺岁影音，在过年期间可以放在 CH3 公用频道上播出。中嘉宽频嘉禾联制中心经理徐巧妮表示，中嘉宽频嘉禾长期深耕地方，在推广媒体禁用权一直不遗余力，透过和地方活动结合，让民众认识 CH3 公用频道，将简易的摄影布景带到现场，让民众更能够知道如何去运用地方媒体资源。身为在地媒体那么结合地方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推出了一些地方公益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活动，包含了我们在摊位上其实有准备一些媒体识读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推频的游戏来认识所谓的媒体识读，寓教于乐，让大家一边玩然后一边学媒体识读的游戏。甚至呢，我们在推公共频道的部分呢，我们把简易的摄影棚也搬到现场，让大家也可以透过镜头跟你镜头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说一些祝福的话，或者有些内心的话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公用频道有多么的一个好用我想嘉禾呢，身为在地媒体，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持续要做的。那么很重要的是，我们除了这些推广的一个活动之外，我们还有地方的一些回馈公益的活动包含了我们年度在低收的部分，我们可以免费的申请所谓的有线电视的收视。我想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其实也可以都来跟我们申请。有不少民众看到火车站出现绿背布景，都十分好奇。询问后，也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尝试录了拜年影片，参加民众十分踊跃，不分男女年纪，都对录影感到很有趣，也很期待之后在电视上看见自己拜年的模样。而在现场，中嘉宽频嘉禾也设置了媒体识读小游戏，运用推频游戏认识如何分辨假讯息，分享收到陌生讯息时要求证，不转传也不轻信，当一个防诈尖兵。徐巧妮表示，中嘉宽频嘉禾也持续回馈低收弱势族群，提供树林、莺歌、三峡区低收入户免费安装以及收视有线电视1整年，
欢迎具有113年低收资格的民众，可以持低收入证明以及身份证到门市办理。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桃园景福福伦社日前在南崁溪沿岸种植110棵吉野樱，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感谢福伦社热心的回馈。市府已经多次与福伦社合作美化南崁溪岸，让南崁溪成为美丽又适合休闲游憩的场域。第3层，撼动爱心，树立希望。桃园景福福伦社日前在南崁溪沿岸种植了110棵吉野樱，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感谢福伦社的爱心回馈。市府已经多次跟福伦社合作美化南崁溪岸，非常感谢景福福伦社及其他福伦社的贡献，为河岸增添许多绿意。这已经是好几年，第3年捐赠吉野樱给我们。其实去年就已经看到捐赠的吉野樱已经在过年的时候花开绽放。非常的美丽，那么今年又捐了很多，我想一年一年这样下来，其实从头到尾已经超过1公里的路段。那么配合我们很多水巡队，在平常照顾我们的南崁溪不要受到污染。我相信我们官方，我们市政府努力把这个南崁溪整治得更好，配合我们民间我们的这个福伦社捐赠这么好的树，这边会越来越漂亮。景福福伦社社长表示，这次是第7分区的福伦社共同捐赠种植樱花。景福社3年来已经捐赠了280棵樱花树，希望逐步将南崁溪打造成美丽的樱花步道，变成水岸河滨最美的风景。我们非常感谢第7分区各社社长，大家出钱出力，共同来创造更好的市容。我们希望打造店州里南崁溪水岸河滨公园，打造成一条非常美丽的樱花步道。那么景福福伦社这3年来已经种植了280棵的樱花。我们希望说这个樱花步道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目前的樱花步道总共有1000公尺左右，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条水岸河滨公园最漂亮的樱花步道。让市民有一个休息跟散步非常好的地方。汴州里长表示，福伦社这几年在南崁溪种植了100棵黄花风铃木，也陆续种了200多棵的吉野樱，让整个河岸变得干净又漂亮。非常感谢福伦社的协助。那我想，在整个一个南崁溪的一个水岸，未来它是一个樱花步道的一个亮点那最主要这个廊道也非常的宽阔。那也是桃园市的未来的一个中心。那在这个整个一个市中心，有这个很漂亮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景观，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河道。那河道这一次我们可以说历经了几年的一个合作之后，整个一个水岸现在的吉野樱可以说长达差不多1公里左右。包括黄金风铃木，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国际福伦社对整个一个我们汴州里地区这个南崁溪河岸的一个协助。为了维护南崁溪环境，当地居民组成水环境巡守队，结合樱花树的种植美化，水务局也同时打造了河川友善物种的栖地，让南崁溪成为美丽又适合休闲的游憩场域。记者赖伟一同报道。今年是龙年，台南市政府要送家家户户的春联“龙喜利来”，已经悄悄在永华市政园区的装置艺术当中呈现，加上1500棵的花草，相当的喜气，吸引许多的民众前往拍照留念。一来到永华市政园区的广场，就被醒目、色彩丰富的龙年生肖装置艺术所吸引，加上15000株应景的四季草花和象征载满台南400的历史传之为出发点，都让过路民众忍不住拿起手机来留念。看到台南市政府非常漂亮，很用心在装扮这个过年的氛围。那它的设计很用心，那非常有注意到老百姓的需求，然后这个设计简单利落、鲜明、活泼。至少他把他那个政绩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而且今年是
400年哈，我觉得他那个生肖哈做的好像比较认真一点，丰富一点。根据市府秘书处表示，市长黄伟哲任内配合议会平安祈福点灯开始，每一年依照生肖都会设计不同主题的装置艺术。特别的是，今年面对台南市百，也借着市府创下许多全国第一的市政成果，来展现台南人对城市的光荣感。今年是龙年，然后呢配合台南400年，所以我们有灯饰部分就是以4条龙为主。那呢这个部分那个展现了一些的那个美化跟一些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搭配这样的一个造景哈，我们也配合了一些的成果。那呢结入一些的重要的哈，也有很多都是例如在观光的发展或产业的发展、投资部分，其实都有很多的丰硕的成果。不管白天或是夜间，在永华市政园区都有不同的风情，也成为台南迎接2024年台湾灯会遍地开花的一处景点。欢迎民众2月17号之前来欣赏，感受浓浓年节的气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快过年了，基隆渔会特别举办一场厨艺大赛，邀请各地的家政班使用在地的海鲜制作美味的料理，更邀请长潭里的长辈围炉，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放入葱段、彩椒稍微翻炒，最后简单调味，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剑虾，色香味俱全。还有飞软香肠搭配乌鱼子、酱烧活鱼、新鲜炸花枝，每一道料理都是渔会家政班的杰作。就一只都一口刚刚好，非常适合年纪长的啊小孩吃啊，营养又好吃，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大概应该不会超过3分钟，就只有用盐巴调味哦。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阮这是家己本港家己掠的，会钓的花枝，真材实料，家己去制作的，无掺防腐剂，拢是一般都是讲家己现钓的，船啊家己去钓的，来咧做的，做拢真材实料就对啊啦。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基隆区渔会举办了料理竞赛，邀请家政班邻近的邻里使用基隆渔货来场大车拼。现场除了专业评审定胜负之外，也邀请长者品尝，提前聚餐围炉。让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菜，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煮一煮，让大家来吃哦，非常高兴。有黄鱼，有鲳鱼，有虾子，这是拢外口无像咱鱼会遐尼啊，迄落的新鲜的，然后佫有迄落的飞鱼卵的迄种迄落香肠，迄是囡仔上爱食的。合家都会当迄落的使用的。我先感谢基隆区渔会有举办这个年菜的比赛那有荣幸大家刚好我们这个团队沙子里这些阿姨煮了8道的这个丰盛的年菜利用基隆在港的渔获，这个时候年节最适合这个年菜组合。基隆区渔会这几年都推动有农委会补助来推动绿色长照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邀请这些银发族一起来围炉，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桌上30多道料理整齐排列，光是要如何打分数，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家政班做了袂歹几年拢时常去办咱这个家政班，所以讲你看这济家政班来做了，咱家人的推动咱家人的海产品最好。家政班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然后大家都把这些冷冻的海鲜利用的淋漓尽致，所有的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基隆区渔会邀请长潭里长辈们一同围炉，让长辈们直呼真的很丰盛。有白鲳，有银龟，拢是真新鲜的鱼会使预购拿回家，再加热安尼买起来真方便。我们今天的年菜今年推出的年菜，请这些阿伯阿嬷用他们最平常、最实在的做法，办桌让这些社区的阿公阿嬷共享。
这场料理比赛不仅强调美味，更贴心搭配长者容易咀嚼食材，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让长辈们吃得开心，感受到渔会敬老尊贤的用心。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地冠式的高雄老车站移回新车站的中轴位置，让世人再度欣赏它的建筑之美。另外，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也是日治时期新建的地冠式建筑，而且呈现左右对称，形似高雄的高字，呈现高雄老建筑的特殊风格。高雄车站是在1941年日治时期完工启用的，屋顶中间拱起，两侧呈现圆弧造型，底端锯成圆球，形似皇帝的地冠，而称为地冠式建筑。同一个时间新建的高雄市役所，也就是现在的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也同样是地冠样式建筑。那原因是因为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日本他们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那因为他们有一种团结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概念。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对所谓的全盘西化，他提出一种所谓的反思，认为说哇全盘西化，那我们又要对付白种人，好像感觉逻辑上不是很合，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有一种合适的风格进来。所以所谓的地冠式建筑就是它大家可以看中间有个尖塔，然后上面有个琉璃瓦，好，那个部分就属于日式的一个风格。那旁边的那些建筑形式还是属于维持西洋式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原则上地冠式建筑的话，它就是个和洋折中式的一个建筑。高雄老车站在新站新建时有幸被保留下来，现在已经移回新车站的中轴位置，环视人来车往。而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也从高雄市役所改为高雄市政府，之后变身为历史博物馆，记录打狗高雄的历史变迁。这边是那个以前是公车站，然后它的站名就是市政府站，所以很大的一个站。在日治时期的我们讲高雄市尹到后来的高雄市长，大家都使用这样，这边其实就是市长室的一个空间2楼的市长室的一个空间。那它原则上1939年之后的日本时代的一个市尹都是在这里办公。那到战后的时候，从第一任的高雄市长，然后一路到了1994年，我们讲吴敦义的市长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这空间使用的。各位去看那个高雄车站的话，会发现到它其实跟日本的大阪的那个天守阁比较相像。对，那像我们像高雄市役所的话，它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它还是在设计师上面还是会有他自己所喜欢的一种风格，但它的大原则就是中间有个尖塔，然后旁边是一个西式的建筑。远看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中间和左右两侧也同样有地冠式的屋顶，还分高低层次，再配上窗框门框，形似高雄的高字。而在中正路上的台湾银行以及高雄港的牌楼也有类似的建筑形式，形成高雄有趣的建筑特色。是日式建筑嘛，然后有个高字的那个意象在里头。那这个台湾银行它其实是战后，而且是由那个中国籍的设计师所建造的，所以它只是有点像地冠式建筑，或者说我们说它可能是仿地冠式建筑。不过它里面的一些花纹设计的形式，其实还是属于叫中国式的一个形式，所以有人会把它归类为是所谓的中国北方式的宫殿建筑。高雄火车站它也有一个高的形式，对，所以其实都有这样一个高的形式，对。但是我会比较所以那个到底是不是刻意去设计跟高雄的高一样的话，那其实有种这种说法，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证据是这样子的。随着高雄老车站回到城市的中轴线上，让大家再度观察到高雄还有其他的地冠式建筑，并且巧妙地搭上高雄的高字，除了有建筑的时代意义之外，也成为浏览城市的地标之一。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迎接龙年生育小高峰，台北市从113年起加码优化生育补助，扩大婚后孕前健康检查的补助对象，接受婚前受检及新增抗穆勒氏管荷尔蒙检查。另外，增加孕妇子贤前证之筛检补助及发送暖心待产包，让产妇安心待产。想生龙宝宝的父母注意喽！台北市113年起加码优化生育补助，包括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开放可婚前受检及新增抗穆勒氏管荷尔蒙检查，另外增加孕妇子贤前证筛检补助及发送暖心待产包，让准妈妈安心备孕、安心待产。只要是一方涉及台北市至特约医疗业所接受这个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都可以享有补助哦。
那生理男性的话有5项的检查，那补助655元。那生理女性的话有8项的检查项目啊。那另外我们的女性呢，在今年可以加选那个康莫勒氏管的荷尔蒙的检查，那这是定额补助500元哦。那所以我们女性总共会有9项的补助，那总共是2095元。那另外呢，台北市呢，在今年会扩大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对象啊。那只要是未婚者哈，他在婚前接受检查，他在检查日的这个1年内结婚的话，婚后都可以检具相关的证明文件来向卫生局申请补助费用。那另外呢，台北市从99年就提供涉及且怀孕第9到20周的这个孕妇初期的唐氏症筛检哦。那这个2项的血清的检验跟超音波的检测是2200元。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副院长詹景全表示，透过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可了解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怀孕之相关疾病，初步评估是否有导致不孕的因素，协助新婚家庭尽早规划生育。这一次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在这个婚后孕前的部分多了这个 AMH 的检测。那确实现在我们很多的民众来看所谓的不孕症门诊的时候，他们都想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部分哈。那我跟大家分享，最近就是有一对大概32岁的这个台商夫妻，那他们就听到说台北市政府有这个补助，然后也想做不孕症的检查，所以他们就回到国内来做这样的检查。结果一检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意外发现的是这一对夫妻的 VDIL， 也就是梅毒反应都成为阳性的部分哦，但是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症状，那我们也很就是说赶快把这一对夫妻招回来做一些检测。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在大陆经商的时候有接受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招待的部分。那我想事实上这个婚后孕前健康检查的部分，对于这一块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就赶快请他们接受治疗的流程这样子哦。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说这个我们在孕产期的这个今年增加的所谓的子痫田症的这个检测的部分，那确实在国内外的文献报道里面都提到孕产期妈妈的这个并发症的部分，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妊娠高血压，那子痫田症这一块。所以如果能够早期的做这样子的检测，我们就可以给予预防性的给药。那既然是预防性的给药，当然就可以让胎儿的这个发育更加的健全，更加的不会因为有子痫田症而造成说胎儿过小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妈妈的并发症跟后遗症也会减少。只要一方涉及台北市至特约医疗机构受检，皆可接受补助。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20到35岁理想生育年龄，接受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做好孕前准备，欢喜迎接新生命。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号称全亚洲最大邮轮地中海荣耀号第一梯次带领全船5000多名的旅客展开5天4夜的邮轮假期。业者表示，疫情解封，不少人选择搭邮轮出国，省去搭飞机等候的时间。而农历过年的席位已经额满，相当的抢手。白色外观、巨大豪华邮轮停在基隆港，它是号称全亚洲最大邮轮地中海荣耀号抵达基隆港。船上2200间的客舱，搭配奥地利水晶打造的大厅，船上还有 F1 赛车可以拍照，超级豪华设施。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这么豪华的邮轮，然后进来之后其实蛮惊艳的。然后目前感受下来还蛮平稳的，可能再看看出航的状况。但是如果是带一家人，很适合在这边休闲，因为就大家都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各自玩乐这样。玩累了，还可以来户外游泳池、滑水道戏水，游客形容是海上度假胜地。刚刚有一个那个小圈圈的地方，就很适合自己，就是可能情侣啊，或是一些家人，然后可以一起在那里泡澡。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有隐秘的地方，然后跟其他的就是开放性设施不太一样，这个比较就是可以自己享受自己的时光。来到餐厅，边桌服务，精心的餐点摆盘，宽敞的用餐环境，让游客尽情享受愉快的度假时光。搭船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们那个旅行社的朋友告诉我的，就是搭船呢没有公斤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到
日本这个Okinawa 采购的话，我可以有很多公斤可以带回来，但搭飞机就没有办法了哦。这是我选择搭邮轮最主要的一个喜爱，这样子。地中海荣耀号展开冬季首航，以基隆港为母港，展开为期3个月13个航次，沿途将会停靠日本冲绳和宫古岛等地。游客不仅可以体验船上的丰富设施，也可以下船到日本当地血拼购物。台湾人特别喜欢去日本，然后去买日货。然后搭邮轮最大的一个方便点就是，你没有所谓的行李公斤数限制，没有行李件数的限制。我曾经就是在几年前看到客人，不管带水波炉，甚至还带那个很大的那个液晶萤幕，液晶电视机，60寸的电视机一样，用小拖车把它拖回基隆港。所以基本上这个跟那个搭船就不一样。那东南亚国家因为本身在台湾出发的坐飞机的产品，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那个本身的单价就不是太贵，都1万多2万，就疫情以前啦。所以相较来讲，他们就认为说，我若一样的钱，我花2万多块，那我还不如去2万多、3万多，我还不如去搭邮轮去日本或是去韩国。解封之后，国人到国外旅游暴增，机票、住宿都喊涨，邮轮票价相对便宜，业者看好邮轮市场。飞机旅游已经开始在起飞了，可是因为它目前的航班跟运率还不足，所以而且它现在的那个票价也涨得蛮多的，所以相较于邮轮产品来说，它的价钱算便宜的，所以非常多消费者，而且等于是被封了3年，然后这次又是以基隆为母港，又是首次最大17.2万吨的大邮轮进来基隆港为母港，所以我们尤其在农历年前那2个航次，非常早就整个就完销了。1.6时代邮轮复出，基隆港邮轮进出在线，搭配春节过年航次，业者提供豪华服务，全力抢攻邮轮市场商机。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位在树林区的钟灵祠是为国牺牲的国军将士祭祀的场所。为了促进民众对国军光荣历史的了解，在钟灵祠周遭摆放了许多退役的国军武器，希望民众在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能缅怀先烈的奉献。新北市武器公园位于新北市军人钟灵祠旁，依山而建的钟灵祠纪念亡故军人及荣民先烈。为推广公墓公园化，新北市政府特别与国防部合作建立武器公园，将原军人公墓打造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武器公园之一。园区内的各式武器曾参与保家卫国的安全，长达数十年之久。如今不仅赋予除役武器新使命，也为民众增加休憩的园地。因为其实过去这个地方就有新北市钟灵祠的一个设置，那钟灵祠顾名思义就是让一些过去为我们国家骁勇善战的先贤先烈，他们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到这边受到后世的人的敬拜。当地里长张志远表示，原本公墓属于当地居民较为抗拒的设施，希望透过这些退役武器来将公墓设施公园化，提高民众来此参访的意愿，也为当地增加一个观光景点。园区内展示了陆海空三军等各式16件兵器，规模可说是全台最大，门内也非常齐全，包括飞弹、战机、战车，甚至连军舰上的巨型舰炮都可以在园区内近距离观赏。那因为其实钟灵祠某方面在过去的思维底下，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灵璧设施。那为了让它可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经过参拜，亦或者是它旁边其实也是树林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同山的芒草的其中一条登山路径之一，所以说新北市政府特别在这边设置一个武器公园，那里面有16项的海陆空过去的一些武器退役过后就直接拿过来做一些使用。张志远也提到，未来配合捷运万大树林线开发，临近捷运三角埔站将可以带来更多人潮。武器公园除了有大规模的军武展示以外，更是通往树林大同山的登山步道之一。那接下来配合着我们万大树林线的一个开通，在三角埔站
下车之后，其实走路5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一个武器公园，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也会成为一个捷运万大树林站周边的一个景点。那大家在武器公园之后，其实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大同山山上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秋冬的一个芒草季节，它芒草盛开的时候，其实非常适合来这边踏青取景。新北市武器公园独特结合钟灵祠，展现丰富的军事历史，将退役武器打造成景观，吸引民众参访，提升公墓设施的社区接受度，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参观，成为树林区的观光亮点。未来随着捷运万大树林线开发，预计会吸引更多游客，为地方带来活力。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高雄灯塔位在旗津后山的制高点，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它见证了高雄的发展轨迹。旅客来到这里，站在历史的制高点，重新爱上海港高雄，俯瞰海岸大船入港的荣景，怀想港都悠悠100年岁月，来旗津享受一趟抒情美丽的文化之旅。想要眺望整个高雄的海岸线吗？从这里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旗津以及港都的出海口，海风徐徐吹过，搭配海浪的浪花声，让人感到毫不惬意。可以整个这样子看过去，然后就觉得就觉得有种在都市里面宁静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可能平常生活也很忙碌，然后可以跟朋友上来，然后又看着海，听着海的声音，就觉得很舒服。这样。这里是位在于旗津后山的高雄灯塔，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它见证了高雄的发展轨迹。核定为古迹开放后，来到这边的旅客络绎不绝，俯瞰整个港都的海岸线，大家都兴奋地拍照留念。觉得这边很漂亮，然后可以看到，应该是可以看到整个高雄，对不对？可以看到整个高雄的景色，然后我觉得挺震撼的。我觉得高雄真的蛮适合这种观光产业的，因为毕竟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啊，然后又有这么丰富的历史古迹，然后衬托着高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城市，这样。爬上旗津后山的路途有些长，建议穿着舒适的服装慢慢步行。登顶时看到灯塔耸立在面前，再搭配整个海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德国的旅客看了也表示，让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家乡。我的心开，我想起高雄是我的家。我也觉得风景很漂亮。因为我读过的城市也在海边，所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这边小时候其实我都有来过，所以带他们来也是，就因为西子湾这一带其实很漂亮，算高雄很特色的地方吧。然后因为小时候我也来过这边，所以也是有我的回忆在，好不好？喜欢台湾吗？喜欢。觉得风景漂亮吗？漂亮。来到高雄灯塔，站在历史的制高点，重新爱上海港高雄，俯瞰海岸大船入港的荣景，怀想港都悠久的100年岁月，来旗津享受一趟抒情美丽的文化之旅。记者孙安君高雄报道。桃园市大园区大兴高中日前获得在地企业国瑞汽车捐赠一辆全新的油电混合车，作为汽车科教学使用，要帮助学生能实地接触与了解新型车辆维修的方式。校方也感谢企业多年来的协助，未来这辆车会投入3年级的实习课程，共同培育专业的汽修人才。谢谢国瑞汽车，谢谢。接过汽车钥匙，桃园市大园区大兴高中在日前获得在地企业国瑞汽车捐赠一辆全新的油电混合车，作为汽车科教学用车，要帮助学生能实地接触与了解新型车辆的维修方式。大兴高中感谢企业善心，多年来持续捐赠各式车辆和零组件给学校，对学生的实习课程帮助很大。未来也会继续努力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缩短学用落差。非常感谢国瑞汽车。长期对于我们大兴高中的支持，提供我们重车、引擎，还有今年最新的油电车，对于我们学生专业技术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大兴高中汽车科从机车、汽车、电动车到堆高机，我们一直秉持学生要有一流专业技术，加上我们国瑞汽车提供的全新的设备。不只可以让我们技术可以提升，也可以跟世界接轨，为我们地球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
国瑞汽车公共事务处处长表示，近年来油电混合车和电动车成为汽车产业趋势，因此这次特别捐赠了油电混合车，希望能帮助学生与业界趋势接轨，学习相关修护技术，共同合作来培育专业汽修人才。国瑞汽车一直在汽车教育这个方面，提供相关的车辆给技能学校。那特别是大兴高中在这个办学的部分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从16年、18年、20年、21年，那今年是23年，都有持续提供车辆以及零件给大兴高中。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提供国瑞汽车最新的油电混合车的车辆给大兴高中，也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兴高中的学生能够与业界接轨，接触到最新的油电混合车。那希望这样的部分也能够帮助大兴高中在教学上面培育汽车相关人才。大兴高中汽车科老师也说明，这是一辆结合引擎和电动马达的新型车，未来将安排学生学习车辆调控油电作为动力的相关机制，并在3年级的实习课程中进一步学习如何来维修与保养，提升学生们的修护技术。1、2年级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学习，那3年级的话呢，我们会让他就是会接触比较多电的部分，就包含因为这个比较危险，它需要比较多的就是专业知识之后再来做执行。我们在教学上的话呢，会让学生去了解说整个汽油跟电它的如何配置，然后呢如何的运用。那学生最主要他学习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属于高压电的部分那学生的部分我们会让他就是接那个电脑来做实习来了解多整个车辆的运作国瑞汽车和校方都期盼透过更新教材，接轨油电车趋势，缩短学校和业界的学用落差，培养学生们成为优秀的技师，在毕业后成为业界即战力。记者刘婷台湾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